OK，2001年第46條題目就話喺個 figure 入邊 AB 等於 BC 等於 CD 嘅一半，咁就要你揾 angle ABC，即係呢一隻角。咁首先因為呢一隻係 exterior angle of cyclic quadrilateral，咁所以呢，其實呢一隻等於呢一隻等於75度。然後我哋將 B 同 D 連埋一齊。咁因為 angle at circumference 係 proportional to angle at proportional to arc length，咁所以呢，呢兩隻角係一樣。咁我哋當係 x， 咁然後因為75度對住呢一隻，咁然後因為75度對住嘅 arc length 係等於3分，而 x 對住嘅 arc length 係1分，咁所以呢，我哋就可以知道其實 x 係等於25度。最後啦，喺一個 cyclic quadrilateral 入邊 opposite angle 加埋係等於180度，咁所以呢，呢兩隻加埋等於180度，咁所以呢 angle ABC 就等於180度減兩個25度，即係50度，咁就等於130度，咁所以呢，答案就係 D 啦。